今仔日有甲我隔壁尾石头路的同事开讲，嘛做拢定数，伊就是6月中就要离开公司啊。若会当加开讲，就会加讲。有时阵就想讲，会规工拢伫开讲无？有较有站杂。我是讲开讲的过程嘛有知影诚济代志，就亲像讲，伊拢讲爱看互清楚即个局势，安尼看了以后，莫有一寡就是莫有一寡讲，幻想看袂清楚，而且佫有一个执着又讲即项代志。毋过嘛，毋是讲有执着就无好。恁有坚持、有坚心，你这物件较有可能，即个立场足明显，互人看着。就亲像基督教，伊足有坚心，大家就拢足明显知影讲，这人是基督教。毋过伊若无啥物执着，就亲像讲，即个佛教，佛教为安怎讲？尾仔伫印度部遐施行，有可能就是甲别人就是优点替人去修。安尼换一句话来讲嘛是好代志，因为若讲佛教伊无要伊讲家己是，互别人拢足明显的知影。想讲若讲会当影响别人，别人毋知影迄是佛教嘛会当。若安尼想，就真正的大家较看袂着，有摕着好处，受着影响。毋过就变做无即种会足明显的这佫有存在的感觉。阮同事佫讲，其实文化语言的物件就白趁钱，看袂着日头。若讲大家袂去重视，这嘛是足事实的。就是讲，我爱学讲看清楚一寡局势、趋势，爱接受，爱知影讲有时阵伫共运站内底，内底做烧脑的。毋过外口的世界就是，拢无人讲台语，嘛袂教囡仔讲台语，因为对因来讲，若学外语，有可能囡仔大汉了后会使去海运公司，咧薪水奖金有可能摕较悬。毋过你若互囡仔学台语，父母家己嘛爱去训练，训练了，囡仔学了台语，有可能嘛无法度互伊入去海运公司。就是即摆媒体无讲，除了讲啥物台语台、台语主播之外，无啥物工课讲你无台语会做甲真袂顺利。业务有可能有，毋过嘛有拢讲华语的业务，即种就做袂足明显的。对，这就是即个社会的现实。我会当讲知影即种现实，而且去找无共款的方向，毋免去怪东怪西。我就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做爱去怪，讲爱为安怎即个世间无重视，就顾趁钱，即个世间哪会遐侥幸？就是毋免去怪，去责怪，因为这无效。就亲像讲，我伫咧公司，我进前嘛是伫怪怪即个顶司，无欣赏我即个足热心，足愿意做的人，安怎无眼光，目睭无铁开。毋过这怪这实在是嘛无效，互家己加伤心。今仔日佫有一件代志，就是讲，
10点要开会，啊，我看讲，有甲我叫呢，去线顶的一个会议，实在是有互我淡薄仔压力，因为我嘛诚久无摕又去会议内底，拢无摕人要伊啊，即马就是讲，阮同事隔壁的同事甲我做共款项目的人，伊就是要离职啊，变做讲有开会有可能就会找我去。我有无爽快，因为我想讲，我爱好好啊表现啊，我爱安怎安怎，有可能就是会紧张，想讲找我开会，我爱用啥物态度，结果就发现讲家己想伤济啊，因为连我的顶司拢毋是做为主嘛，毋是以为主，就是大家若亲像伫应付共款，嘛无问足侪意见，我着其实就是伫内底搬戏安尼，参加人有在场就好啊，毋是讲会当互我去做啥物表现，我着想着我心目中嘛是一直白讲诚紧就袂记讲，我嘛想要伸骹伸手，变怎讲，我嘛想要去显示我厉害的所在。犹原有即种望，即个火种无失去，毋过我就是爱看互清楚，讲即马即个新的顶司，即间公司就是无法度讲，互我发挥，啊无就是去换头路，啊无就是爱看互清楚，就是讲，若还袂轮到讲，因真正无人会当负即项代志，就是安尼，要找一个人来救火，除非是安尼，无毋是讲你这着我上我上熟，即摆嘛剩我较资深，这我进前的案，我着自头对到尾，这拢是无效的啦，伊嘛是去白讲，因为安尼，着希望我来负责，我着加就是参与伫内底，就是这就是即摆的状况，我着看互开，着讲不要紧，伫内底我犹原就是会当好好去学台语练台语，就毋免去想讲有言，今仔若讲有即个踏着时机，我着嘛毋免摆脱，着去表现家己，我做会到的尽量做，我毋免用一个闪撇，一个使性地，无就是一个一直偷偷伫期待，期待讲，有人会看着我，这方面足熟的，我传足侪物件，就等别人去发现我的才调，拢毋免，就是足自然。我是会传一寡物件，嘛是为着讲，互菜鸟啊，因为你互伊，伊袂记绝嘛。无亲像讲，伫咧公司，你若物件是要互顶司的，伊可能就讲，这甲你无离代，有可能伊有伊的想法。毋过你若家己当做一个教学的资料的整理，嘛是讲家己留起来，留条咧。以后若讲家己记忆无介好，嘛分袂清楚的时阵，嘛会使摕来参考。就莫甲即种即马做的物件去互伊做大的，就是去期待过度期待讲会当讲，做啥物，互人发现讲，你这人会晓整理，你做有心诶，毋免去想别人会安怎想我，就是安尼。我即马就上欠即种调整，我即马讲台语，我嘛去望别人，甲我回台语，
而且甲我学落，讲你是自细汉就讲台语是无？会要伊别人会甲我学落即件代志。即马我所爱学诶代志，就是家己放互开，毋免去安尼，你着家己是家己上好诶即个主考官，就是安尼，毋免讲每一个人拢是我诶主考官，拢是出题要互我，拢是解我考试诶熟题诶人，毋免安尼想，就是家己知影家己，家己对家己诶即个，即个拍分数是上重要诶。我即摆着豆豆仔安尼调整，毋免讲伫遐甲家己装甲水水，着期待有一个好诶查甫人出现，出现发现，我这等足久，等即个花足青诶花等别人来办，毋免有即种心态。我着是知影我家己倒位好，别人安怎想，拢足自在。我着是欠看自在即件代志，一直去要伊别人诶反应，即哪有法度有自在？而且伫旧顶时身上，互伊阁会惊，讲哪有人安尼，拢一直偷听我伫咧讲电话，安尼紧甲我互步。即种人看起来嘛足恐怖诶。我家己无自在，而且愈舞愈惨，而且愈来愈无值钱。就是安尼，就是家己爱去调整，正做一个自由自在，搁快乐诶人。